它是乱世之奸臣，治世之能臣呢。你看时势造英雄啊，治世的太平盛世的时候，他是很有能力的臣，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乱世的时候，他变奸雄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遭受到这个历史的评价。曹操啊，在创业评价就是奸臣了。你看，春秋一字褒变，不义啊，不道那不就变了？正义的才褒啊。21世纪初才找到他的坟墓，考古发现，什么骗了1800